對於今日下午喺大埔宏福苑發生嘅5級大火，導致多人傷亡，我感到極度難過。到目前為止，呢一場大火已經造成咗36人死亡，有279個人士係失聯，仍然喺醫院，其中7人係危殆。我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，對死者家屬同埋傷者致以深切慰問。我哋會提供一切可行嘅支援。